最近發展商喺鄰近黃金海岸推出咗一個全新嘅 House 項目。今日你嘅置業拍檔 Alvin 同大家介紹海和山。今日同大家介紹一個2031尺4房雙套3層高嘅獨棟別墅。入到屋，我哋會先經過一個前庭花園。呢個前庭花園增加晒成間屋嗰個私隱度。雙子式嘅大門設計，一入到嚟，右手邊係一個廚房，配備 Mila 嘅咖啡機、紅酒櫃，一個雙門10C嘅大型雪櫃。而且爐具、微波爐、蒸焗爐全部都係用 Mila 㗎啦。呢度亦都帶有一個工人嘅套間，可以睇到呢個飯廳非常之闊落，擺個大圓台甚至再大啲都冇問題。然之後我哋望一望我嘅左手邊，呢間屋嘅設計亦都好多嘅採光面，一個落地嘅大玻璃。然之後我哋嚟到客廳呢一個部分，客廳呢度超過5米嘅闊度。你如果喺呢一幅牆仲有一個投影機、一個大畫布，直情係自己個屋企嘅私人影院。跟住再嚟緊，我哋介紹埋一個接近600尺嘅花園。呢啲花園嗰個 size 非常之好。如果你要，亦都唔需要點花好大嘅心思去打理。各位老闆喺度同屋企人，同你嘅朋友超下，食下雪茄，飲下紅酒，非常之合適。跟住介紹1樓總共有3間房，其中一間係套房嚟嘅。我哋先睇咗間客房先。呢一間房設計師係做咗一個類似攝影室嘅辦公室。再去第2間嘅客房，睇到3邊落床絕對冇問題。嚟緊啦，介紹一個次嘅主臥，可以睇到啦。其實佢3間屋咧，佢都會有咧一個大平台嗰個設計嘅，咁增加咗成間屋你嘅使用空間。同大家介紹埋主人房嘅層區，呢個主人房極之巨大，超過500尺嘅主人房，而且你可以留意返呢個主人房嘅設計係兩邊都帶有一個大平台嘅，而且用好多嘅落地玻璃，成間屋嗰個通風啊、採光度非常之高。呢度設計師做咗一個大型嘅衣櫃。咁女士擺包包啊，男士擺你哋靚西裝啊，絕對夠用。之後我哋望埋呢個主人房嗰個套間，咁會分開沐浴區同埋呢個淋浴區。各位老闆們，如果想知多啲呢個獨棟別墅嘅資訊，或者想知多啲其他嘅樓盤資訊，歡迎喺我片段下面留言。多謝大家，下次見，拜拜。